这是中性法，这个中性法。啊，我讲到倒来呢，你真正我讲用智慧来破除烦恼啦，嘛了了不起啊，嘛无几个，嘛无几个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要真正求道着咱见性的人，敬甲笑。哦，我拄则哦，叫咱杨组长真正来讲啊，民主甲咱讲人人可为尧舜，是安怎就古早到现在不会为尧舜呢？是啊，因为咱落伫敬中叫敬袂去啊。伊看有着咱有实在，看无着无实在啊。咱看着看无着啊，你若要去承认呢？但是佛圣人菩萨敢若无相像，敢若无相像。哦，所以人这是真经典的，拢甲咱总讲甲足明的啊。所以你毋通家己出去，讲我就是即个烦恼，我带人来探讨，我着人修成佛菩萨，因迄过去毋是烦恼吗？你若安甲想，因迄过去毋是烦恼吗？哦，因迄过去毋是普通人吗？孔夫子嘛是细汉嘛去甲看父啊，去甲看父啊，去甲顾孙苦啊。哦，你若看到孔子的家谱内面，伊就安尼写安尼讲啊。伊讲我少爷奸啊，哦，古灵僻事啊，哦，伊讲我细汉嘛是足微贱的啊，所以我啥物代志拢学啊，拢认真来做啊。安尼是嘛？咱一定要了解。因缘在，因的过程缘在，带咱的过程安尼过。啊，当恁倒会转去啊，咱哪袂转去？咱家己想。哦，向咱家己想，也向咱家己看。哦，今日文人孔子啊，讲切记福礼，哦，他切记福礼，切你家己，伊都无讲切上福礼啊，伊无讲切上福礼，伊讲切记福礼。你家己要转去，你家己的这个心一定要含好落啊，啊，你倒拢唔会福利本来，但注意一定要随知啦。老师咧讲的物件一定要随知啦。哦，哦，无用随知，今仔日去拄到。明仔载伊就所说的啥后我咧毋对啦。伊较早咧，就是咧走江湖啊，哦，连啊过来调啊，30变过来去啊，这几世人拢是去看，迄连啊毋知关系对我看，我讲说连啊拢过来去啊，啊，对面嘛过来，你讲问要走诶，我讲啊，你就是真正足好诶，我啊，咱真诶甲恁同学讲，伊讲现在啊，迄个我不要讲啊，迄个。这个我不要讲，伊讲好诶，我不要讲啦，哦，哦，人伊就是受水治了，就是开悟，真正开悟是这样开悟，啊，像讲我这两日呢去日本，去龟山一趟，啊，我实在拢毋捌出去啦，啊，着阮后生甲阮查某囝呢，一日叫阮厝里迄个着叫迄个大汉呢，叫我查囡仔。讲带爸爸妈妈去佚佗啦，去佚佗一个，看对一个旅行团安排了较好，啊，带去佚佗，啊，真正，哦，啊，伊就安尼想去，才叫我阮去佚佗安尼对啦吼。毋去讲，我一拢那边啊，你毋去才会使，4暝5日尔，啊，就一讲无影响实际工课，我昨下才转来，哦，我就去佚佗。哦，南国，哦，那种啊仙境呢，比较迄龟山啊真好。真正那种仙境的呢，哎，树仔呢有黄色的，有红色的，有青色的，就啥？规粒山看起咱去坐你车顶，规粒山嘛看起来足安尼水的啊！咱毋晓形容迄个水，哦，咱就起码咱了解。哦，咱今仔日呢，若真正对真理有了解，无心的人恐怖，若无心的人烦恼，有心的人烦恼。哦，学偌久算偌久。有啥人烦恼？无啥烦恼，烦恼拢是假。到有人拢甲伊讲，啊，你烦恼安尼拢是假啦，烦恼会解决代志是毋是？是。所以咱今来得甲了解，袂使无了解。哦，所以呢，若伊智慧咧化除烦恼呢，这是上二乘的人呢。听了后，你也了解真理，人理是心啥毋都袂可测。师尊甲你讲啊，啥毋都袂可测，除了真理的可测，啥毋都袂。哦，你讲当年点文书无？
一个点老师外后，对一个教师外后讲，迄个互咱袂着势；对一个检评外好，迄个互咱袂着势。咱家己靠咱家己，你袂听讲一句话。以人武力，人生活，个人生活无注意，爱自己竞争。哦，易经就甲咱讲啊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哦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强者见贤，啊，咱人呢，得到道就是得到强的道啊，啊，道就是强，三位成一啊，三位成一个卦，哦，就是见贤。干道话咱来考证啊，道伫咱的心里，让咱本身话来考证啊。哦，伊讲你若阁有烦恼，哦，啊，阁有智慧，当咱破除，这是自性的见解，自性的见解。这是亲像养车、甲落车，少这个机来互你了解，因为咱无上咱看，啊，本来为了要互咱看相，也少这个相互咱看。上智大经，实不如是。若是真正上智慧、搭大经去的人，袂落伫种养车甲落车内面，袂落伫种自性的见解。哦，你嘛想讲你捌字，啊，你就袂成。只要你心看会开去，看会开，那障碍点拆会开，哦，拢相像，统统都是一样，统统都是一样。天命之为性，xuất性之为道，修道之为教，无分赞处，无分赞处。哦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至有至善，无分贫贱。无分贫贱。无讲什么人有法度通明明德、亲民、至有至善尔，无讲。只爱就是讲众生的同体，啊，众生甲佛的同体拢是安。这牵涉咱来讲，以烦恼以智慧，哦，不离当人一念，烦恼甲智慧，无离开咱的念头，无离开咱的念头。啊，咱若心念若烦恼，你痛苦就来；心念若看会开，你菩提心就走出来，就安尼个，安尼啊。哦，以烦恼甲智慧，哦，不离当人一念。是一个念头尔，你烦恼有法度啥物？啊，你智慧心掠出你有法度啥物？无啊，迄是一个念头。所以咱今仔日一定要去了解此个物件。今仔日即摆要讲的这个物件，就是讲要破相的法律，要破相破心，是足重要的一件物件。咱若看会开，咱就转去；无有人会转，咱袂转去。哦，我讲过人听，玉井，哦，咱遮玉井，这个玉井拢有味啊，啊，人要甲做一个亲情。迄个小姐讲，读拢好味啊，要来初我读台南女中啊咧，哦，伊若有法度读英国剑桥大学，才来初我。啊，迄个啥物件？甲因后壁讲，我毋通管，我要来读册。伊讲你是要读什么册啦？我讲我要来考大学，要来留学，要来摕博士。因后壁讲啊，你若通妄想啦，哦，你若讲真正有法度，我这财产拢白拢互你去读。伊讲好，真正甲因后壁去看，去台南补习校、补习班补习。无一个补习班要甲收起来，伊讲你这要考啥货啦？伊玉井龙头是要考啥货啦？吼，到尾啊，你考遮一间甲4点5，真正来讲补一档啊，补2档，全约去了台南中。台南中考毕业了后，伊考大学，大学了后去考英国剑桥大学，剑桥大学去摕着英国博士。啊，即摆呢，我听讲个，我迄查某囡仔呢，叫人过来甲做，伊讲，伊讲我这玉井拢好毕业，我带无法度，哦，我无法度带，哦，所以啊，真难了解，啊，心全力业，心全力得得得。
王如明先生咧甲我讲，一外招啊，哦，修正要就要求，修正要就要修，哦，一个人拢无同修炼较重要，啊，就是自身的代志啊，就是安尼，哦，使咱了解，哦，所以呢，处事自身的境界，哦，摇车甲落车，一个照这个相来看，哦，若是上帝带紧的人呢，就是安尼。上帝带紧的人，上智慧甲带进去的人呢，都袂落智慧甲什么烦恼来面这样的面相，啊，这浅水啊，浅水。伊烦恼甲智慧不离当时一念，无离为咱人一个念头。这个智慧甲烦恼就是一个念头走出来尔，哦，菩提甲烦恼是一个念头走出来尔，哦，别时名烦恼，咱叫伊卖叫烦恼，哦，啊无时名菩提。若真正开悟，真正觉悟了解，做菩提。哦，无烦恼只有菩提，本自无名。烦恼甲菩提本来就是无名相的啊，啊，为了要互咱照这名相，互咱去修，哦，一站一站去修，啊去破除去，哦，后日你再家己改正去，